炒娃娃菜，娃娃菜專食用油鹽、雞精或味精、生抽、麻油水或者高湯。娃娃菜採用切成適合嘅段，約2到3厘米長，鍋中再入食用油，燒熱後加入蒜香片，炒香加入娃娃菜，用大火快速煸炒約1到2分鐘，使其稍微變軟，大奶保持太涼，加入少許水或高湯，蓋上鍋蓋燜約1分鐘，使娃娃菜更入味。打開鍋蓋，加入適量鹽同埋雞精調味，快速煸炒均勻，最後淋上生抽同埋麻油，快速翻炒幾下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。